燭光到汪洋，多奴都表態。還你汪洋公道！還你汪洋公道！ 6四嘅燭光由維園延續到舊立法會大樓外面，只為追思多一位為民運壯烈犧牲嘅英雄。要求真相，要求真相，堅持真相，堅持真相。李旺陽尋日逝世1個禮拜，申冤仍然未了期，上天亦都悲哀起嚟，同1500人一齊哭泣。殺人正義，殺人正義，可耻，可恥，可耻，可恥。希望佢憑翻良心去做事咯，即係呢個係良心嘅問題。即係就算係佢證件啊係唔同，咁佢係一個鐵漢，係一條人命，我覺得應該去人在做天在看咯。我好希望就係即係有任何一個有良心、有良知嘅香港政府官員係可以有勇氣同我哋嘅胡錦濤去講翻呢件事，即係表達翻我哋係好想知道翻個真相。繼承為之，多位人大亦都搶住去信中央，終於到范太啦。我有啲朋友都覺得係有好大嘅疑問，疑點重重，已經將我嘅意見呢就轉達咗俾有關人士。剩翻半個月任期嘅多奴就罕有咁表態，話相信中央已經聽到港人意見。呢個行徑等同名掛歸宿嘅梁振英一巴。以佢哋嘅人大嘅職權呢，佢哋根本可以做更多嘅即係工作，包括係上訪北京嘅。係我哋要嘅特首，唔係就咁敷衍我哋一句話，中央會知道。如果處理得不好的話，這種情緒可能還會一直延續下去，甚至一直到7·1大遊行的那一天。而打電話俾公安局對質嘅胡佳，前晚就俾公安帶走8個鐘頭之後，尋日朝獲釋啦，但仍然俾國保人員監視，只能夠喺屋企為汪洋告慰。